世界局勢預測嘅其中一個可能性。中國咧就會同美國開打，日本、台灣就會加入啦。咁北韓同南韓咧就會互打，伊斯蘭國就會同歐洲所有國家打。咁打到一半嘅時候咧，美國就會發生內戰，黑人同白人之間嘅戰爭啦。咁美國就會撤出所有戰線，而呢個時候咧，北韓就會贏啦，因為南韓已經撤走晒美軍所有防守部隊啦。咁日本都會被擠壓啦，台灣都會被收翻到中國。而歐洲各國就會俾伊斯蘭國打敗，咁其後伊斯蘭國就會北上打俄羅斯，咁呢個世界咧將會由中國啦、分裂咗嘅美國啦，同埋伊斯蘭國同埋俄羅斯呢啲主要政權掌權啦。